嘿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点半就点，点半就点，谢谢谢谢。啊嘿嘿。快签名呢。当署长好，当署，好，头家好，头家。啊，有一个目镜哦，哦，两个大头家啊，两位大头家好，哦。啊，请问啊，装潢安尼是对偌久开始的？对啦，点半的活动是对啦。对哦，那角色组成咧颁奖的呢哦。装潢安尼啦，装潢安尼，互人看影片啦。民国偌济年啊？2000年。哦，迄阵的呢，21世纪才开始装安尼啦。谢谢啦，21世纪才装潢安尼，好，哦，安尼头家功劳真大。今年2018年啊，哦，迄18档有哦，哦，咸水啊，永成戏，咸水啊，永成戏，嘿嘿，嘿嘿，呵呵，人家看这。哦，以前放电影的机器，烧炭精，烧炭精。发展的迷你型，演变成现在手机就可以录影，手机录影好，影片接 USB 到液晶萤幕，也可以看电视、看电影。影片越来越小。